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5个本土病例，而且全国的已经开始移至到2月初起，对即马开始病院也禁止探病啊。高雄甲桃园的病例搁再拖开，高雄甲桃园规定讲，若准民众出现呼吸道症状，就要赶紧去互医生看，随做采检。台北地区伫咧过年期间会当注疫苗哦。台北市是初4到初6，新北市是对初2至到初6。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36个带病入境，也有15个本土病例。一寡本土病例当中，高雄港搁再增加8个，宜兰地区有增加4个，桃园也有增加3个。目前上界重要的就是甲这找无感染的案件调查好清楚。亲像宜兰某一间饭店、台北的圆山饭店，也搁有桃园甲高雄的群聚感染案。另外，1月25到2月初7这段期间，继续维持日期警戒，而且全国病院对即马开始也袂当去探病啊。国内阁新增加51例新冠肺炎确定病例，指挥中心表示，36例境外头一届看到2例是为别流来，也有15例是本土个案。伫本土个案内底，高雄港阁增加8个人，其中港区工作者有3个人，分别是按10466、149控、14991。港区4级为10岁店的母仔囝也确诊，外包工作人员10469、148控也拢有症头确诊。另外10399、10211小连续确诊了后，捌往来的146次隔离快筛了后 PCR 阳性。新增了8位，那主要在今天所出来的这些都已经到了第2层那整体来讲，它的关联图还是到目前还是可以接得上，那至于在诊所看诊的，目前在检验过之后，也没有扩大的一个迹象。宜兰新增加4例确诊，拢是宜兰某一个饭店的员工，其中2个人是工读生，连2个3累计到即嘛已经有5个员工确诊。在宜兰这个目前的一个感染源，现在还不知道，因为这2天，那恐怕还有很多的一个疫调，然后跟这基因的定序，初步能够厘清一个大的方向。现在目前这2个都还没有。桃园是新增加3例，14888、14889拢是阿秀员工，另外1个是已经确立的旧案，联邦银行确诊者17630控的家属，按14887，伊伫集中检疫所阴转阳。那现在比较积极需要做的，一个是桃园这规模比较大，怎么样把它停住？高雄这规模大，相对的厂商各类的非常的复杂，这2个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另外，指挥中心宣布，经过讨论评估了后，1月25至2月初7维持2级警戒，全国病院即马开始停止开放探病，陪病限1个人。住宿舍长照机构也暂停探视。若是另外进行的爱滋2剂疫苗，爱阁提出探视日进前3天内抗原快筛也是 PCR 检测阴性证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港的群聚感染案，伫今仔日搁再探8个出去啊，其中有1位外籍移工，因为伊捌接触到病例过着来确诊，而且这位移工捌伫咧无共款的厂区走来走去，市政府即马也要扩大采检咯，而且要去到这个造船厂区，拢会经过一间福利社，伫这个所在也有一对母仔囝确诊，会去遮买物件的人客，市政府即马也要甲遮拢叫倒来做采检。另外，找无感染源的高科大学生，这病因的病毒的基因定序结果，明仔载就对外公布。因高雄市政府上铁航校道即经要去造船厂区，拢爱经过福利社，也出现群聚感染，增加一对母仔囝确诊，疑似是互去消费的确诊者传染。1月20号上午的10点到10点15分，下午的15点到15点15分，是跟18215有到这个店家去做消费。去过这间福利社人包含疑似传染者，已经有3人确诊，市府会找回消费者采检。高雄第一是总共8例确诊病例，扣除母仔以外，还有1例是跨厂区移动的国际移工，另外各5例拢比疫调处甲高雄港接触史有关系。简单讲，都是跟高雄港的群聚感染有关。它的感染源，那我们都有掌握。也互市府认定社区风险较低，不过进前公布染疫的高科大学生感染源也无确定。RNA 的定序有请中央在做基因序列的分析，来看一看它到底是跟哪一位可能我们怀疑的对象有接触。
市府表示，虽然有检后接触对象，毋过无法度确认，也是靠基因定数来比对。另外，市府的服务店家一定要落实实名制，毋管是餐厅、小食店，若是经过辅导了后也无改善，会禁止店家内容。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基点的体检站，今仔日是增加到5个基点。这个体检的范围对本地6000人要增加到2万人。另外，为着要防止这疫情来拖开，伫高雄地区及以上的病院，拢爱设户外呼吸道门诊。这医生甲病人看煞了后，就要随做快筛。若讲到基站的诊所的部分，是提供予病人居家快筛试剂，这体检的结果也爱通报予诊所。最近家人朋友有没有人咳嗽感冒的状况？我女儿有咳嗽感冒哈。小港病院的医护人员伫后挂专区替民众检疫问诊，若是来到诊所排队的民众嘛袂少，医生同款伫后挂看病，民众要挂号摕药啊，拢有人斗3工。高雄市府宣布扩大体检，有呼吸道症头的民众，若是来诊所看病了后，就会免费发居家快筛剂，让民众回去厝内家己体检。对了，大家的那个安全健康，我觉得是需要啊。你就不用在那么多人的地方暴露在危险之中啊，就是家里会比较安全。不过，户外看病品质无好，医生嘛烦恼民众家己快筛敢会准确，民众敢真正会回报结果。到底是不是这个人的快筛结果，然后他拿来给我们，甚至时间过了到底多久，这也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另外，市府嘛伫基丁区增加社区体检站，伫基丁病院、福寿宫等5个所在，透早就民众甲附近港区的工作人员来排队。当地里长四界敲电话叫人赶紧来快筛。过基顶有人吊的啊，来用的看安心嘛。高雄目前疫情集中伫个港区，到24时下晡3点已经体检18000多人，希望莫出现第3波的社区感染。记者邓亚文为做高雄报道。讲到桃园的部分，即马病例是失价白咯。进前有关感染病的桃园联邦银行进行分行，经过几多天的停业消毒了后，今仔日总算是恢复营业啊。不过台中银行的南崁分行所有员工的家属来确诊，规间银行今仔日是预防性停业一天，有3间学校预防性停课。另外讲到阿旭的团保连，今仔日搁再增加2个人确诊。市长郑文灿表示，远向自无港区的清零计划必须爱扩大采检，那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王必胜认为，明仔载自无港区的病例应该会搁再逼出来。连续几日天，微博真济摆清消，经过环境采检无问题了后，桃园联邦银行建行分行日时恢复营业，防疫也真细致。今天在现场都是我们桃园地区的其他分行调派的人力，大概有6、7位吧，就是维持最基本的一些运作。落实实名制，防体温是基本，人客办完业务，柜台马上消毒，行员也做2期疫苗批下采检阴性。不过，同一天台中银行南崁分行是大门锁安安。大公告全面清消，因为有行员共大亲人确诊，有风险停业1天。疫情伫桃园拓开，有学生接触过确诊者，两车国小因洪高中甲大园高中也拢有风险停课1天。疫情伫真济地点爆发，阿旭团保连各增加2人染疫。18488。他是在桃园的社区采检站采检确诊，另外一个也是雅旭的范围，不过他是这个工读生，他是在某科技大学就学，在雅旭电脑打工，只有19岁。市长郑文灿表示，远向自无港区清零计划爱渐渐扩大，嘉达园区、立安区天工采检3000名员工设电子会议，爱做3摆体检，会员站4500人一时也展开采检，后续保管行物流车队，也有阿旭、宏达科技有业务往来厂商等人也爱采检。指挥中心阁呼吁，查出了后，把进出远向自无区的民众也爱赶紧出来采检。今天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有大型的采检，并不是说它风险已经降下来。那么明天是嘉职园区这相关公司的2采，那我相信这个还是会有不少人有确诊。因路抓消毒水，新的确诊者行踪个别项，包含银行、便利商店、大卖场、公园、市场等，总共有38个所在。为躲疫情，市府要将防疫做到无漏枸杞，赶紧阻止病毒个传播。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宜兰打客的中营凤凰酒店，昨有一位员工确诊，今仔日确诊的人数搁再增加4个，拢是饭店内面的员工。宜兰县政府除了公布这确诊病例所去过所在以外，今仔日明仔载也会伫这个打客国中设社区体检站，鼓励民众拢爱去做体检。不时有民众去打客国中的体检站做体检，因为宜兰打客的中营凤凰酒店23爆发疫情。不少民众拢来做体检，到在目前快筛了后，结果拢是阴性，心情总算有较轻松。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的室友，他住在学校的宿舍，然后他的室友是在长荣打工，所以我有一点怕。因为家里的人就是长荣员工，然后想说来做一下，求个安心。打开这间饭店23个查甫员工确诊了后，24个有2个查甫，2个查某，拢总4个员工确诊。年岁伫20岁至30岁之间，其中1个人是23个确诊者的查某朋友，身体大是14。因那饭店从23疫情爆发了后，都休困3天，要来全面做大消毒，包含整个室内，然后还有户外的部分。对，然后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就是闭馆3天，一直到27号再做对外的正式营业。有一点点啦，有一点点，但是之前订的啊，带小朋友来玩啊，就小心一点就是了。因为确诊者捌去过的所在，包括打客转运站，也有几间餐厅甲点心店，为了阻挡疫情扩大，官府24加强打客等等的所在做消毒。这相关的名册，我们也会再调查一下，我们也会请其他县市卫生局一起帮忙追踪这些访客这段时间的动态。目前几个主要的个案，他的接触者都是阴性。第二点，我们在社区目前还没有看到有扩散出去的现象。目前官府当地扩大鼓励确诊者相关的接触者，而且接到里程感染源。官府嘛鼓励民众，若是感觉有疑虑，会当去打客国中的体检站做快筛。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北地区伫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出来。不过台北市政府也烦恼讲，类似桃园西堤餐厅这款群聚感染案的情形，搁再发生。因即摆来针对讲，这确诊者所去过的餐厅，其他无染病者的民众也拢鼓励因爱出来做体检。另外，伫咧过年期间，台北地区也有疫苗通好做哦。伫咧台北市是初4至到初6，伫咧1月25的时阵开放登记。新北市的部分是对初2至到初6，伫咧中和疫苗注射站会当随来随做。新北市24本土农家庭，毋过台北市依然有确诊者行踪。来自新北路州的个案13到21，去过南川米馆北德路店明星双联食堂，也捌甲135例伫有经火锅食饭。台北市府发出采检调一定，将135例4个行踪列出来做高风险场合，包含起春六六厨房有经火锅、丰田温泉、甲潮吧、苏基亚器，总共1542笔，细胞感染。现在4家餐厅我们都当成它都是西体，所以我们是从吃饭的那一天往后再框4天，能找得到的我们就已经都通知了。那没有办法，如果他没有实联制或者是什么，我们能够调监视器的，我们也会调监视器来看。那最重要的是，还是要市民朋友自己来看。本土疫情退烧，各地方政府要拼疫苗注射率。春节期间，新北市拢加开疫苗注射站，台北市2开放预约，初4到初6开始做以BNT为主。新北市出动机动注射站到中和，随到随做，逐工1000人，初2到初6以莫德纳为主，BNT 为辅。那如果明天这过了，再就是26号就中央的1922会再接上去，那从2月7号再继续打。所以我们就是把我们目前台北市手头上仅有的21000剂的 BNT， 明天给大家再预约一次。从年初2就开始开设，那地点在我们的新北中和，打莫德纳或辉瑞，虽然数量有限，但是我们的接续人初3开始就有诊所会接续。离春节无到1礼拜，第7学期疫苗为24至到30，不过台北市发出莫德纳疫苗欠1000剂，总计对有用的2万名民众造成影响。不过指挥官陈时中透露，这2天有150万剂的莫德纳会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内疫情是无啥稳定，过年的活动一直到元宵，有真侪所在拢宣布讲要来停办咯。亲像台东的早汉丹也宣布活动取消。台南咸水的芳仔炮市长黄伟哲也讲，会照常举办，不过防疫的部分会加强稽查。也那伫屏东车城福安宫土地公庙宣布取消头路乡的活动。
台东每一年元宵节真重要的活动炸邯郸，是请侪信众甲观光客做伙来参加，嘛是当地宗教文化的大代志。不过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去年头一届停办，今年疫情过来了遮尔凶降遮尔猛，主办单位24日搁一届宣布停办。庙这边是表示，虽然心情受到真大的打击，这炮啊甲服装的损失是要甲成百万，不过因为无希望办活动造成防疫的空窗，所以决定取消。逐工拢有电话一摆咧问，但是我拢甲因讲。为着这疫情严重，所以阮停办，炮啊钱啦、制服啦，所有费用拢付出去啊。所以讲我来出去，安尼算嘛，差不多有100万。甲早邯郸同款，人讲是台湾3大元宵活动的捧仔炮。台南市长黄伟霆表示，除非中央宣布更较严格防疫措施，若无目前台南市大型的活动拢会照常举办，不过会加强客早的日头。若是有无挂翠暗等等违规的情形，可能唔听，就会直接裁罚。盐水风炮距离到现在还有3个礼拜的时间，所以说目前为止还是如常举办。那除非疫情有急转直下、有翻转的现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宣布更加严格的这个防疫措施，要不然的话，我们现在还是照常举办。遐若屏东茶社的福安宫。为了拜头香的活动，翌年是要请超过3000人做伙来参与，为了避免群聚，今年嘛宣布取消。原本定伫初1至初5要来发虎年的钱母，不过考虑疫情的变化会来延期，因若发的时间会6日才个公告。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新华卖这年货鸡啊，对昨下晡开始排，不过疫情当咧团活动现场拢加强防疫，除了有10连制以外，也严格禁止哪行哪食。不过xuất售民众是偏偏讲袂听，随即罚3000块。这边卫生单位他们在这边刚才说你有边走边吃，经劝导人不听劝，他们有2张照片，认为你有违规的事实。局方经过卫生单位的通报，开出新华年货大街头一张的罚单，因为今年伫年货大街除了爱10连制，嘛严格禁止哪行哪食，不过要求民众先讲都讲袂听。昨天那个情形是跟他劝导之后，他还是不是很接受，那后来就经劝导不听，就直接开罚了。今年新华年货大街23、60开幕，台南市府还阁带队去现场宣导防疫的规范。伫入口的所在有写防疫相关规定，不过要求民众无遵守规定。伫新华年货大街现场，透早就贩仔准备要排档做生意，真侪贩仔拢讲因家己是真注重防疫。就跟他说现在那个疫情这样，尽量就是东西带回去吃。客人在消费的时候，只要发现他们没有戴紧口罩，我们也是请他把口罩戴紧，就是比较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这样。一般基本上因为大家戴口罩，应该袂边走边吃吧。台南市长黄伟霆强调讲，为着防疫会持续严格来执法，因为万不离这个场所若是传出疫情，那安尼这个活动拢会停办，嘛要做大消毒，而且接续其他的活动，可比古都马拉松、兰花展览、甲咸水捧仔炮等等的活动，可能拢会受到影响。希望大家伫咧参加活动的时阵，拢会当严格遵守防疫规定。记者综合报道。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昨有几多万人上到街头抗议防疫措施，有一寡民众和警方发生冲突，警方是甲因抓水，而且抓这催泪加速要来甲民众驱离。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讲，有真侪人已经胃着病，所以因的身躯内面有抗体。WHO 判断讲，这欧洲的 Omicron 变种病毒疫情会对大流行变作是流行性感冒。手提各种标语甲道具，有真侪民众伫23行上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的街头来抗议政府实施防疫管制措施。比利时当局伫20月宣布讲，民众都要伫5个月后来自加强剂疫苗，嘛要依起早这个注疫苗的通行证，安尼才会当来上酒店、戏院这公共场所。To say the truth and not to mislead the people and take care of the vulnerable, but leave the other people, the healthy people, go to work, go to school, go to party, etc. 示威民众游行来到欧平总部的附近，依起特殊的警察来对因发射强烈的水弹，还有催泪瓦斯，想讲要甲因赶后线，结果有部分民众甲警方发生冲突。
因为有示威的民众因拢入去后面对外事务部甲附近的店家，遮拢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且群众更加不满，找采访的媒体来偷窥，起卡长手来咧杀这个当咧直播的美联社的记者。伫个画面顶悬会当看到有杀来杀去，这个镜头嘛喊几落下。布鲁塞尔警方表示讲，这场的示威者有70个人互人拘留，3个警察甲12个示威者拢都爱来住院。虽然讲比利时伫个23有新增加超过4万例确诊者，不过世卫组织表示讲，Omicron 的变异病毒株已经甲这个欧洲的疫情来甲带到另外一个坎站。Once that the Omicron wave will subside, there will be for quite some weeks and months a global immunity, either thanks to the vaccine or because people have immunity due to the infection, and also lowering seasonalities. 克鲁格还佫讲，到3月时阵，有可能有60%的欧洲人会感染到 Omicron。不过，因为这个疫苗会互这个共症的几率来降低，所以讲疫情会对大流行来变做亲像季节性的流感。所以，早断病毒消化已经毋是目前的重点，应该就是爱设法来减少疫情对病院、学校还佫经济的影响，并且爱加强保护弱势族群。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东加海底火山爆发了后，引起一只载着油的这个船只咧来漏油，造成海洋污染。这受到影响的面积有超过着174公顷，损断着秘鲁的生态企业甲观光。一寡经济损失也超过美金5000万啊！秘鲁政府也随发布90天的环境紧急命令，因也甲准公司要求赔偿。东加海底火山伫太平洋海峡引起的大影，15号当时当地秘鲁潘皮拉炼油厂进行下回作业油轮受到严重冲击，超过6000吨原油外泄，流去40位的海峡。一礼拜来已经有21位海沙堡遭受污染，受灾面积有174公顷，相当是270座脚球场遐尼宽。Grave atentado contra la biodiversidad, contra la ecología, contra nuestro litoral, nuestras playas. La verdad que es un desastre ecológico. 当地官员指出，各种珍贵食物甲野生动物生存的总面积18000平方公里宽的保护区，遭受严重的原油污染。油轮的所属机构西班牙国家能源公司动员1350人，出动大型乌托机、过油器、炸油网等各种装备来进行清理工作。首都利马市政府也发起罐头帽扫油污的活动，也得到几落百人响应。各地罐头帽站拢出现真侪人来排队。秘鲁当局是发布90天环境紧急命令，以方便对污染区进行有效管理。政府的能源监管机构是下令炼油厂关掉4条管线当中的1条，一直甲找到外泄的源头。除了生态环境伤害以外，1月至3月拄好是秘鲁热天，真侪人佚佗的旺季。往年有将近500游客会来遮耍水度假，这季全部去了。首都利马北部的安康镇码头，卖鱼的担也拢讲鱼拢卖不出去。Nada, no se vende nada. La gente, bueno, como vive el derrame, la gente todos, el pescado más que nada sale el olor a petróleo y la gente no compra, no consume porque tienen miedo a intoxicarse por eso, por el derrame de petróleo. No hay negocio, no hay venta. 秘鲁当局估计，这届污染和环境生态、渔业甲观光旅游业所带来经济损失金额超过5000万美金，因已经向西班牙国家能源公司提出赔偿要求，上济可能会面临超过3450万美金的赔偿。不过，西班牙国家能源公司电脑控告秘鲁当局，火山爆发了后无发布大海应警示，因无需要为漏油负责。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西方的媒体目前一直拢伫咧强调讲，罗西亚随时拢会入侵乌克兰。美国国务院除了要求驻乌克兰外交人员爱互家属先离开以外，因也甲罗西亚列作是旅游的警告名单。英国的外交部也要公开一个消息，就是罗西亚准备要找一个政治人物来惊带头，随时甲现任的总统替代掉，互军队的入侵一切合理化。美国政府对驻乌克兰外交人员的最新指令，除了减少大使馆工作人员，也要求大使馆人员甲家属赶紧离境，同时发出旅游警讯，要求美国人唔通去俄罗斯。和英美政府甲西方主流媒体点名是亲俄罗斯派之一的穆拉耶夫，都是画面上接受专访的一个。
这间叫做“阮的电视台”，加穆拉耶夫所创立的小政党共名。伫英国政府点名的俄罗斯加里政权候选人当中，穆拉耶夫其实排名暗是第一。伫乌克兰当地民意调查中，若做伊真正出来竞选2024年的总统大选，支持率排名也不过第5至第7。Я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ю, что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защита Украины – это как раз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збавление от внешне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что так не нравится коллективному Западу. 乌克兰坚持亲欧美路线的政府是回应英国政府的指控，认定穆拉耶夫就是俄罗斯所选的加里政权候选人之一。What he's trying to do, appealing to the forces in Ukrainian society who still believe that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is the best way for Ukrainians to develop. 伫2014年乌克兰危机期间，亲俄罗斯派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落台离境了后，穆拉耶夫捌是亲俄罗斯派的人。不过，伫2018年，穆拉耶夫家己创立阮的党，除了主张乌克兰应该对欧盟甲北约保持距离，穆拉耶夫也认为顿涅茨克等所在反抗势力甲政府军的战斗是单纯的内战，乌克兰应该大团结，无应该各分亲西方派甲亲俄罗斯派。这拢甲西方主流媒体意见差真济。乌克兰政治分析家认为，当地其实有比穆拉耶夫更较亲近俄罗斯的人。实际上，若做俄罗斯真正大军入侵，无论谁做乌克兰总统，拢会变做莫斯科的家里。公司新闻起家人编译。台湾的友邦洪都拉斯因为新任总统卡斯楚第27就职，不过国会最近却因为议长人选大概是冤家相拍，卡斯楚为自由中进党伫选总统进前有含萨尔瓦多党交换条件，若阵这个总统选有调，议长这个位就要让予萨尔瓦多党，不过即马所发生无照拼照行行为。互用假绑红拆落来，要来阻挡无共方向的攻击。有国会议员甚至直接冲起伫主席台，要来阻挡新上一名议长的宣誓。咱国友邦洪都拉斯日伊召开新的一届国会头一届会议，选出新的议长。不过新任的总统秀马拉卡斯楚所属的自由中建党逼出党内分裂，有18议员无照党的指示，暗中甲目前的执政党国家党来合作。Esos traidores quieren entregarle este poder legislativo que es la voz del pueblo nuevamente a esa dictadura del Partido Nacional。去年洪都拉斯的总统大选，左派自由中建党的候选人卡斯楚，甲盟友政党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党达成协议。因若愿意退出总统大选，支持卡斯楚选调，就会甲国会议长的位让予民党。不过想袂到，伫咧投票选议长的时阵，自由党18议员煞雄雄甲因反背来走票，未手选出共党的考利克斯做议长。卡斯楚不满党内议员背信，也佮甲国家党有交结。落尾开除这个走票的议员党籍，还佮招民众去行路抗议。De todos los diputados y diputadas, para lo cual les pido que se pongan en pie, levanten su mano derecha. Diputados y diputadas pueden rendir su promesa de ley. 洪都拉斯国会拢总有128个席次，自由党敢若摕到50席，无过半。虽然新任的议长强调讲会支持卡斯楚政府，不过分析指出，投票结果已经违背选前的协议，有可能会致使卡斯楚伫咧国会影响力会降低，伫咧推动法案的时阵可能受到阻碍。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用来治疗武汉肺炎的口服药啊，莫沙东今仔日有头一批送到台湾。咱台湾正做亚洲第2个摕到莫沙东的国家。指挥中心表示，主要是用伫咧有重症风险、无使用上诉，而且是满18岁以上、发病时间伫5天内的患者。但所买的口服药啊，莫沙东有买5000人份，辉瑞药啊也买2万份。透早5点18。中央航空 BR641的飞机为美国芝加哥载头一批莫沙东口服抗病毒药啊，送到桃园机场。台湾正做亚洲第2个摕到莫沙东的国家。包括年纪比较大的65岁以上，有糖尿病、高血压，或者心血管疾病慢性肾病、慢性肺病，体重比较胖、比较重的那我们的指引里面的界定是BMI 大于25以上。指挥中心表示。这个药啊，主要是适合用伫重症风险因子，无使用上诉，而且伫发病5天内18岁以上的患者，也
还有无法度使用其他禁忌药的人。不过当时开放使用口服药啊，目前也唔知影。开始使用上会稍微谨慎一点，还是会由专家来做一点评估。指挥中心表示，氯沙东口服药啊，甲辉瑞口服药啊，治疗为着奥密克戎的人，同款嘛有效果。咱国原本要采购1万份氯沙东的口服药啊，不过考虑甲辉瑞的口服药啊效果无同款，所以决定减少采购的量。氯沙东改买5000人的药，辉瑞提悬到2万份。因那氯沙东口服药啊，敢会发配合基层的诊所来使用，引起大家关注。基本上还是会让在医院这样将来开始来使用，但逐步看看各国使用的一些情况来做一个逐步的改善啊。在防疫旅馆或者在检疫所都可以使用。如果医生看过觉得它有危险因子，但有符合中央所定的使用的原则，那他就可以一面隔离一面吃药就可以了。指挥中心规划分配去集中检疫所，甲加强版防疫专责旅宿的主责病院，经过医师的评估做治疗。若口服药啊，敢会当加做预防性的药啊？指挥中心表示，伫学理上是会用的，不过也需要实证资料。目前若要直接摕来做预防性的药啊，恐惊也无法度。记者综合报道。但国内确诊病例一直在增加，为着卖互医疗体系帮盘，指挥中心当咧甲轻症患者做分流。今仔日有调新北市甲桃园这2间检疫所，专门收治较轻症的。另外也当咧准备加强版本的检疫所，希望过年前后会当甲检疫所收治轻症的总量能提升到1500件。伫台北市检谈的救国团青年活动中心，目前是台北市安心检疫所，这月刚持续收轻症的患者。指挥中心表示，1月15开始边境落地采检，有105个阳性确诊者，拢已经来检谈安心检疫所。同期间确诊的有200多人，换算落来分流51.5%。另外1月21开始到23，桃园甲大园区相关确诊个案，也有69个已经到检谈安心检疫所，也分流69%。20岁到49岁，这样的一个落地采检的阳性，那评估身体没有急性的状态，那均优先收在我们的这种集中检疫所里面。因应国内确诊者持续增加，指挥中心调配新北市泰山集中检疫中心、加桃园龟山集中检疫所加入分流收治，各加检谈安心检疫所3间拢总有451间收治量能。指挥中心也准备开设加强版集中检疫所，最近就开始使用，目标是春节前后总收治量能要达到1500间。感染科医师表示，因为台湾也是有20%的人也无注疫苗，所以轻症收治量能也是相当需要。病患变多的话，那可能就是轻症住在那个防疫的相关的单位，那个比较严重的话就要住院。那至于说连重症都要放到防疫旅馆的话，就不适当了，因为重症病人他的病情变化可能会很快。医师分析，台湾伫要面临春节防疫的挑战，民众南北行达，万一有轻症，也是无镜头，造成摊开大流行。Omicron变异株对无注疫苗的族群造成重症风险也是真悬，一定会影响到病院收治的能力。呼吁民众也是爱注疫苗。春节期间提高警觉，防疫袂使放零。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伫今仔日三读修正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会当公布10年内第2届驾酒赛车的累犯因的名声、相片加违法的内容。驾酒赛车若这坐公车爱做改罚，而且上悬会当罚到15000块。条之1条文修正通过。法推这个公路，因为真济啉酒赛车致使家庭破碎的被害人家属，总算等到酒驾修法三读通过。这边的修法明定主管机关会当来公布10年内第2遍啉酒赛车累犯的名甲因的资料，会当来加重做伙的人来处分，上悬会当罚到15000块的罚金。嘛明定讲啉酒赛车的人要搁订考驾照，都要申请有配备酒精锁的汽车，假使若是无照规定，上重会当处罚12万块的罚金。酒驾的各项的一个罚款、罚金、刑罚的做一个加重，让国人同胞可以获得更高的交通安全的一个保障，也对于酒驾的侥幸心理驾驶给予严厉的一个规范了。修法之后，仍然还要仰赖法务部跟司法院能够重视国人的心声，能够让这些法条确实的落实执行。
这边修法嘛，甲调悬酒驾刑罚的刑度，会甲这个啉酒赛车无做事的刑度对上重甲提悬到3年，嘛爱甲罚金上悬提悬到30万块。啉酒赛车若是讲国再犯的人，就会甲增加到上悬300万的罚金。若是讲这个再犯的年限，嘛甲延长到10年。行政机关能够整合各部会的资源，完善检讨酒驾的处理流程，有效减少酒驾，保障国人生命安全。这边的修法会甲这个啉酒赛车同款无安全的食毒，嘛甲纳入去范围。赛车的人若是讲啉酒，也是讲食毒，安尼会当来甲吊销伊的汽机车牌照2年。假使讲若是做事，互人重伤也是死亡，触犯的人会当甲没收车辆。朝野立委希望讲会当按过这边的修法，来阻吓啉酒赛车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东京奥运，咱台湾的选手表现是真赞，不过咱的代表团叫做 Chinese Taipei 引起国际议论。即马着民间团体准备要搁再发起正名公投，因希望讲2024年的巴黎奥运，就要用台湾队的名字来参加奥运。台湾队，台湾队，手提标语大声喊台湾队站出来。台湾选手伫咧去年的东京奥运摕到真出色的成绩，伫疫情内底，互人真欢喜。安尼嘛，互台湾代表团的队名 Chinese Taipei 搁再来争做国际的焦点。迎接2024年巴黎奥运，公民团体决定发起公投联署，要互这个队名正名做台湾队。想要试图的再延续上一次东京奥运，证明我们没有达成的目标，我们没有失去这个志向，我们也没有放弃。巴黎奥运证明很重要，因为 Chinese Taipei 根本不存在。我希望我们的运动员可以用自己国家的名义，代表自己的国家出赛。民团强调讲，台湾正名是台湾人的权利。特别注意的是，伫咧东京奥运进前，民团就捌发起台湾队正名的公投，输当时得到同意票是476万票，上尾煞以100万票的差别来互否决。民团认为讲，国际气氛一直在改变，台湾的主流民意出现变化，因袂因为失败过来放弃。不如果要安怎来争取运动选手的认同，是这边发起公投的考验。我们并不会把所有这个台湾代表队要改名的这个压力全部都放在运动员身上，因为运动员的这个能出赛的时间也是相当的稀少，或者是说精华。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改变，会需要大家一起来支持。民团咧话讲，中华奥会甲国际奥会着去谈判，才有机会来修改队名。现阶段的目标就要先通过联署，采取绿箭、空箭来做伙行，走入去校园社区邻里做宣传，嘛伫咧社群媒体来煽动这个理念，通互咱台湾人来响应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湾和立陶宛的关系是愈来愈好，互人叫做立陶宛国父的维陶塔斯最近接受媒体访问时阵，伊表示讲，台湾确确实实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体，所互一个国际强权当作是无存在。虽然已经89岁，轻声依然充满力量。伊是立陶宛1990年恢复独立了后第一任元首维陶塔斯·兰斯伯吉斯，也是立陶宛现任外长兰斯伯吉斯的阿公，佮被叫做立陶宛国父。在台湾代表处成立的时阵，亲心教廷祝福，对双方意义真重大。It reminds and it opens the Pandora box of so-called territories and problems of territories which are not called the states, but they do exist, or states de facto. 维陶塔斯接受专访时认为，台湾甲立陶宛处境真共款，台湾是实际独立的政治实体，所被一个国际强权看做无存在，这拢互伊想起当初争取立陶宛脱离苏联独立的过程。即马立陶宛因为台湾受中国外交甲经贸施压，伊无认为立陶宛是反中。事实上，立陶宛希望中国变更较好。It's likely knocking at the sound reason of everybody everywhere. And in that global situation,
Taiwan is becoming litmus paper. How the big entity and the small entity may coexist or not. 对立陶宛是不是应坚定支持台湾？回头塔斯表示，伊讲袂准，毋过这历史时刻会永远互人会记哩。伊伫2012年担任欧洲议会议员期间，捌来台湾，伊对台湾人生活方式印象真深。伫充满挑战的政治情势当中，伊愿建立民主，打造家己的故事，是迈向另外一个更较美好世界的大门。记者综合报道。渔业署规定讲，逐年的8月半到11月半，鱼边是袂当掠特别放问的遮的金马甲饲仔。不过有教授进前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平台发起联署，呼吁讲，若准要禁止是规年拢爱禁止才对。下晡渔业署举办座谈会，渔民就表示反对。水企所表示讲，这管制政策应该爱豆豆来实行才对。哪来拢经是抱卵的毛蟹母，原本绑伫个大叶港的树链挂开了后，会当春开中华大海。正大副教授陈东寮1月初伫平湖马经鱼市，看到已经抱卵的毛蟹母，等要卖全部买落来释放。进前伊伫公共政策平台发起联署，呼吁全年禁止掠已经抱卵的毛蟹母。第一时间来成案，下晡渔业署举行座谈会，伊再次说明提案。抱卵母蟹就很像一个怀孕的妈妈，哈。那怀孕的妈妈，大家很多人都是可以感同身受的。第一个要修改规定，全年禁捕，而且禁售抱卵母蟹。已经抱卵的毛蟹母俗称开花母蟹，目前国内是规定，当年8月16至11月15禁掠。不过毛蟹母规年拢有可能生卵。陈东寮讲，最近毛蟹数量减少，体型佫细。有人佫讲，即种的佫歹食，是安怎毋归去禁掠？毛蟹母会当顺利生卵，佫会当确保海洋永续。保育甲环保团体拢表明支持。永续的渔业是真的要来禁止捕捞鱼蟹，这个也是希望说，我们不是看当下，而是看未来。我们是个生命共同体，一起保护这个海洋。毋过万里掠毛蟹渔民反对，认为讲即马掠的水产品真济拢嘛有卵，是安怎专门针对有卵的毛蟹，乃至全年禁掠对渔民冲击真大。乌鱼咯，有卵的时嘛是大家咧掠，迄嘛恁放卵生知，小公啊嘛是有啊，白带鱼嘛是有啊，啥物物件拢有暴乱啦，是哪只即马包喺外口足歹看尔啦。你讲我到底互人个渔民活困起你呾来？面对外界讲，最近鱼蟹量减少，资源用尽，万里区渔会买回讲，毛蟹类呢是明显减少，渔民早就活袂落去啊。坦白讲，数字无法度反映现实，可能是因为新报无实在。水产试验所是建议，兼顾保育甲生活，会当一步一步来，先为增加即马管制体长1公分，互毛蟹类更加大只了后再掠，这嘛是一种保育的选项。记者综合报道。动保团体接到民众的检举，讲屏东县有2间非法的繁殖场，因拢把遮的猫仔囝、狗仔囝交予合法的业者。早起动保团体含立委做伙召开记者会，讲国内宠物买卖有真侪拢是合法的店家，背后有非法的业者伫咧配合。因也呼吁农委会就要用总量管制来限制宠物的探种。正矮的空间内底，会当看到狗笼仔贴成2层，数量非常多。笼仔内底关的毋但是大狗，阁有拄啊出世的狗仔囝。动保团体接到通报，转向屏东县农业处检举，指出2间业者无摕到特定登记许可证，非法繁殖。繁殖的狗仔囝甲大狗高雄去进行合法的宠物登记，甚至是卖到台中甲新北的宠物店。这种合法暗藏非法的情形非常多，因为利益惊人。申请1家合法，可是掩护100家非法这样的状况。我们刚刚说的75000只已经是非常保守的估计了。我们认为每一年繁殖出来的犬猫，甚至可能是2倍或3倍这样的数字。动保团体批评合法暗藏非法的现象，政府根本无良管理，造成大量非法繁殖的猫仔狗仔流入市场。15个县市场有一个专职人员办理相关业务，一个动保员要管理75间繁殖业者，各有各式的工作。另外，业者以书面来填写繁殖甲买卖记录表，根本真歹来核实甲对源头相关的工作，定是做表面的。15个县市近年来都没有任何在查核或评鉴时候开出的一些开罚的记录。OK，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查核跟评鉴呢，现在也都是流于形式。
农委会指出，屏东非法业者共罚15万，总共108只狗仔互没收。新北甲台中的业者是防废止许可，袂当个繁殖甲买卖。针对宠物繁殖买卖记录，佮有精辟使用是书面的记录，农委会表示会来推动电子化来掌握。动物团体呼吁政府应该以总量管制来限制合法宠物繁殖的许可证等等，为源头来掌握甲管制。记者王德心台北报道。伫咧嘉义环路是全台完整起亚正上济所在，嘉义县文化基金会结合在地产业，也请老师来到社区教民众用灰仔土立起亚，嘛替传统的农业发展增加艺术气氛。社区的时代，大家专心立手中的灰仔土。嘉义县环路乡保卫社区的民众，暗算要用灰仔土来立地方上出名的特产起亚。我们这边不只是产柿子，不仅是水果果干，它连叶子都可以做成茶叶，所以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有功能性的，就是一个杯碗，就是茶碗这样。结合咱地方产业吼啊。伫即个咱尤其咱保卫这边是起亚啦吼，啊，这因为这时代人吼，每一年吼拢有咧接触这吼，啊对这个吼来做这个艺术品的话，对因来讲是比较熟悉的一部分啦。虽然社区有种真侪起亚，但是用碗做模啊，摕灰仔土来立起亚，对时代来讲也是真特别的体验。甚至阁有少年人知影有这种课程，专工来学。应该说我没有想到说在乡村就是山上会有这么，其实我觉得算很专业的课程，然后也对所有的长辈，就是所有的学习者都很照顾到，然后也都会去指导他。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啊。为什么？因为想捏什么就可以捏什么，对。只是如果你比较天马行空一点，你可能可以捏很多你喜欢的造型。嘉义县文化基金会艺术下乡的课程，结合在地产业。唔来协助社区艺术的发展，嘛互社区的人会当伫有闲的时阵，增加新的生活趣味。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台湾伫咧较早，互人叫做是金蕉王国。南投的中寮对清朝时代开始就开始种金蕉啊。最近中寮社区就安排时代用戏剧来搬过去的历史故事，希望会当互少年辈了解故乡的历史。阿公阿嬷认真咧搬戏，因演的是过去南投中寮种金蕉的农民和日本人经营的农场之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较早日本外销日本的金蕉，就是讲安尼真辛苦，逐项代志拢用这个人工来做安尼吼，摕起来伊表示或者是说会知影，无伊袂记哩。较早吼，阮遮店足闹热的。杂货店就走有4、5间啊，嘿，过来汉药房、西药房，个卖菜，个有迄个拍铁店，嘿，个有五金行。南投中寮乡自清代末期就开始种金蕉，一直到日本时代，有日本商人到地经营农场，做金蕉的生意，却和当地农民发生纠纷，互当地农民受到无公平的对待。三本农场要涨租吼，我感觉吼，这对因来讲吼，是一种吼足痛苦的记忆啦吼。毋过吼，伊在因吼真拍拼吼，伫地方吼，甲迄个日本人吼，咧迄个协调当中吼，有达成一个协议吼，才有法度好好的生活吼。我感觉这个部分吼，对因迄阵啊吼来讲是真深刻的记忆啦。社区安排时代透过剧场表演的方式，呈现在地真实的历史事件，互时代互相交流，回忆历史，也希望互少年辈更加了解故乡的故事和发展的过程。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文学馆最近出版一本新的台文绘本，叫做《翁仔博物馆奇案笔记》。绘本内底无同角色的翁仔代表无同款时代的女权人物，看绘本会当了解到咱台湾的女权发展。大家进来看，出代志啊！故事一开始，代表传统女性的查某鬼翁仔雄雄自杀，后来记者翁仔介入。这是台文馆最近新出的台文绘本《翁仔博物馆奇案笔记》，用现奇的手法来描绘女权的发展。记者呢，就是用差不多
100当前的杨倩鹤来做模型吼，来发电，伊就开始去调查，调查到落尾呢，咱才发觉讲原来是因为伊对于讲100当前敢来当做鬼来复仇，这个方法呢，伊感觉已经无妥当啊。要用什么方法呢？伊讲会当重生吼。伊想要一个无任何恐吓、全新的开始。对记者翁仔开始调查诗人翁仔、出版翁仔、社运翁仔等等，嘛上顶女性随时代改变，参与写册，甚至就街头嘛结合关注民文化，探讨生命。故事内底嘛写着无共时代女性作家的创作，让大家熟悉性别人权的重要。比如讲一段吼，陈雪恶女书吼，这个是伊是一个同志女作家，伊这个时间呢吼，伊算伫台湾较早开始伫推广同性作家的这个重要性吼。大文馆表示，女权的发展是台湾历史文化的重要环节。查某鬼翁仔选择重生，嘛显示传统女性较大偷开束缚、脱胎换骨的选择。记者陈亚文、徐凯、张学水台南报道。想要学台语的民众，即马有一个好消息要报互恁知。即马有线顶课程公司找李江局台语文教基金会合作，推出12节正经式的台语课程，这学费也全部用伫台语推广加时代教学。年仔节大团圆，亲情朋友满厝经，借问要安怎称呼？阿爸的阿兄叫做阿伯，阿伯因某叫阿姆，阿爸的小弟叫阿叔，阿叔因某叫阿婶。用轻松活泼的对话开破生活中的台语用词，这是 Press Play 线顶课程公司加李江桥台语文教基金会合作推出的台语公益课。课程收集也会专属用伫台语推广加老人教学。在整个课程里面分了2个部分，一个是一个完全免费让大家可以直接就来换的，是希望说伫咧贵你时阵，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去学到一些台语话。那另外公益课程是需要付费，但是课程会全数把收入捐出去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也是比较尽量都是采就是生活上可能会使用到台语的方式。负责课程的赖昭南老师讲，线顶课程的规划全靠经验的累积，除了爱有系统性，也要想办法请学生来上课。我把这个课程分做2部分。就是这个课程，唔是干那咧教台语的物件尔，我阁有用台语去讲足侪无共款的知识。迄阵咧经12个主书地的时阵，我拢有挑工经，就是咱即马现代生活当中现代的物件、现代的主题、现代的情景。罗昭南表示，即摆下届合作甲基金会过去宣传方式有正大精彩，结合少年辈生活话题，加上新世代的行销手路，要甲台语拖出去更稳赞。记者杨淑静、夏桂林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6度到20度，苗栗到云林对16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